远东 Cafe 自助餐厅特别邀请到 Asia 49亚洲料理及酒廊的5星级主厨胡英达客座，为台南的消费大众带来色香味俱全的印尼各州名菜。Indonesia is huge country, so different state is different food. So like Sumatra, normally they are more spicy and more herbs because they are more close to Malaysia. I'm from Java, from capital city. So my taste more sweet and a little bit salty. But in Bali, they are more spicy. 胡英达主厨为了这次的印尼美食节，从前菜到甜点都费尽心思，特地带来印尼国菜 Gado Gado、印尼婆婆家乡味温沙拉、微辣滋味的印尼香料人当牛肉、锅气十足的印尼海鲜炒面，以及甜蜜香兰凉粉珍多冰等10多道印尼佳肴。民众只要赶在18日之前，都能在饭店10楼的远东 Cafe 一次品尝到。即日起到8月18号，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我们的印尼籍的师傅来到我们的餐厅做客座。那刚刚师傅也有非常精彩的一个料理的一个介绍。那这个活动只有10天，在这10天的每日的午餐跟晚餐，在我们这个餐厅都会有精彩的菜色轮番供应。除此之外呢，也在这个礼拜6 8月10号也即将到来的七夕情人节，那我们的胡英达主厨呢，也为了我们这次的派对池畔的户外派对呢，然后也献上他精选的南洋跟印尼的一些精彩的一个料理哦。因应即将到来的七夕情人节，胡英达客座主厨也将为8月10日在饭店7楼举办的夏日池畔 Party 为宾客提供精选料理。以美食陪伴大家，从蓝天白云一直玩到夕阳微风，让参加派对的消费者享受悠闲的夏日时光。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